時候歡迎兩位主創陳卓妍 Ian，仲有許欣怡 Natalie，歡迎晒兩位。係啊，啱啱導演就喺度分享緊關於呢一套電影嘅感受啦。係啦，咁我最後一句啫，希望大家可以揾翻一個令到你可以顯到自己童真嘅人啦，好珍惜呢個人啦。多謝晒大家今日嚟睇。有冇人感受到呢一份童真啊？今次睇呢套戲嘅時候，感唔感受到？感唔感受到入面嘅愛啊？我 feel 到你哋都感受到，我知道個鏡頭佢哋真係好開心，今日可以見到三位主創喺度。咁就 Hello Natalie，Hello Ian，嚟到呢一度啦，久別重逢呢一套電影，你希望透過呢一套電影帶一個乜嘢嘅感受俾大家呢？不如 Natalie 講先啦。希望大家會活在當下咯，因為其實嗰條鏈如果我哋有就好，但係其實冇可能會有呢啲一個咁嘅鏈，咁就係因為冇可能有，所以我哋要學識點樣珍惜而家發生嘅嘢，唔好諗太多未來發生嘢，又唔好諗太多過去發生咗啲咩，就好好地珍惜身邊嘅而家身邊嘅人同埋呢一刻咯。好啊好啊，珍惜呢一刻。記住啦，咁咧就 Ian 咧 ，Ian 你覺得呢套戲你會係透過久別重逢呢套電影帶出一個咩嘅感受俾大家咧？希望大家會同自己好好咁重逢咯，即係同自己好好對話，又揾翻自己嘅咁樣。係，最緊要係揾翻自己。你哋有冇 feel 到自己啊？睇呢一套戲嘅時候，我都見到大家都岌晒頭。其實咧，每次做影後咧，我哋都希望大家係好開心，當然啦。但係我哋知道個結尾咧，都會令人有一啲嘅情緒嘅。咁可能大家就一齊慢慢消化，亦都好開心可以喺呢個時候同大家一齊分享呢一個咁重要嘅感受嘅。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想做一個簡單嘅問答環節喎。哇，好多人啊呢一度！呢個問答環節咧係會有獎品嘅，三位主創咧喺今次久別重逢嘅限量聖誕明信片上面簽咗名，咁咧今日嘅幸運兒就會得到呢一份禮物啦。希望嗰個係你嘅。有冇啲咩嘅關於電影嘅問題啊？又或者感想想問佢哋咧？咁我哋就我數3聲，咁大家就可以舉手，咁我哋導演就負責去揀咯喎，好唔好啊？咁我數3聲咯噃，1、2、3。邊一位係？揮手Hello 係你啊！我近啲，你我俾支咪你。Hello Ian，想問下你覺得拍呢套戲最有趣嘅位係啲咩？或者有冇啲好難忘嘅場景咁樣 ？Thank you。Thank you。最有趣嘅位啊，好多幕都有趣。喺教嗰個係咩？嗰個禮堂係禮堂嗰幕都幾有趣嘅，因為係用旋律去表達唔同可能季節啊或者顏色啊咁樣，咁嗰一幕幾有趣嘅，即係可以自己發揮下玩下咁樣。係咁跟住另外就我覺得沙灘嗰場都幾深刻嘅，因為係兩個自己喺度面對面咁樣，即係雖然少年蘇星華唔知道面前企緊嘅係一個將來嘅自己，咁但係嗰種即係有一種好熟悉嘅親切感咁，都幾觸動到自己。好啊好啊，我諗大家都有佢哋自己中意嘅嗰一幕，咁啊希望就記住嗰一幕喺個心入面啦。好，再揀多一位朋友，我有數3聲咯喎，1、2、3。好多位朋友都好想即係我哋呢度睇好黑嗰個，差唔多最尾嗰行跳起就係你啦，就係你啦。跳起白色衫，係啊，你係你。你介唔介意？你係啊，大叫啊！我想問下你哋3位咧，如果可以俾你哋翻去以前去改變一件事，你哋會改變啲乜嘢？哦，係啦，穿越到本人啊，導演先啊，有冇一件事想改變？係邊個時候嘅咧？我想其實我冇乜想改變任何事嘅，但我想翻去以前同自己傾下偈嘅都，即係鼓勵下佢再玩得開心啲咯，即係再唔好諗咁多嘢咯，咁咯，即係我翻我自己中學嘅時候咯，即係同佢傾下偈嘅，純粹鼓勵下佢，提醒自己活在當下。冇錯。
咁 Natalie 咧，你會翻邊個時候？我會翻，我都唔會改變一樣嘢，但係可能我會翻我出世之前，即係我爸爸媽咪細個嗰陣嘅時代，或者甚至乎我婆婆爺爺嗰陣，係咪即係差唔多我嘅歲數？唔好咁講。係啊，我想嗰陣即係世界好唔同，冇手機啊，即係拍拖可能要寫信啊，要通電話，即係而家都要通電話，但係即係 telephone 啊，或者係咯，可能會再活在當下多啲，即係珍惜每一刻多啲，因為唔可以樣樣嘢都即刻拎個手機出嚟影相咯。係好唔同嘅時候。咁 Ian 咧，Ian 有冇邊個時刻想翻去咧？我冇喎，我留翻喺而家咯。我覺得活在當下好緊要嘅，所以係咯，大家都活在當下，即係。咁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呢一刻有你哋喺度，所以係啦，我哋可能反而調轉啦。過多10幾年問我哋可能翻返嚟。係啊，非常之緊要。好多謝3位嘅回答啦，亦都多謝2位嘅問題。希望你哋中意份禮物。呢個時候我哋咧就不如影一張大合照啦。各位朋友 stay 喺你哋個位度啦，主創就會喺前面。咁我哋就同今日嘅觀眾一齊嚟一個大合照。多謝你哋嘅支持。如果中意呢套戲咧，就記得同你哋身邊嘅朋友去分享 ，share 你哋嘅社交平台，話俾大家聽，真係非常重要。好，望住我呢度啦，咁多位朋友可以俾啲嘢啊，俾啲心啊，俾個笑啊，咁樣都好噶。多謝你哋啊，非常之多謝你哋嘅支持。1、2、3、1、2、3、1、2、3、1、2、3，好，呢度。好，仲有一步。1、2、3、1、2、3，OK。好，多謝晒咁多位。